手连弹哇呢，你们好厉害啊！他们还看这个节目五线谱，它是五线谱，给你们简谱嘞。五线谱，哎呦，上面做满了记号，有没有？对呀，哇塞，你知道吗？这个五线谱连我们这专业老师都我们看不太懂。小跳老师看不懂呢。有了，看得懂，好不好？看得懂。我们刚开始只是想要试试看而已。 OK， 我们就做了第一首歌《死亡加入马甲》，然后做10万个为什么？哦，万个为什么？对，海陆版找做马改。 V 马改，对做马改，对马改，对对。写那首歌写的非常辛苦，因为我们身边没有认识客家人会讲客语的。对啊，那你怎么写出来的？那你怎么会？你用客语词典拼出来的吗？因为你是有那个是客家的祖灵通语。老热大擂台，老熱共下來。各位鄉親、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好，我係阿鳳姑嚇。誒，我係子娜，大家好。係啊，廿兩禮拜啊，嗬，喺安尼節目貼貼計劃，又來咧，後生擂台賽，後生擂台賽，有場新一組嘅後生人類比賽啊，分咗2禮拜，總分累計到190分就做得2禮拜哦。哦，累計190分做得出風暴，有電路，還有錢啊，有看到冇？順風啊，嗬，2000元嘅，對，金牌獎係5000塊。對，啊，今日有搶到哇，我們的小朋友都是年輕的朋友啊，後生呢，對，有啲一場冇。還蠻是有看過，冇有啲冇來過人哋節目，有啲係同面書嚟，有啲係從細，哎呀變動態，對，太一系列，所以這個哎呀少子化嘛，少子化其實現在生小孩的人都少了，對不對？年輕人願意學安尼客家文化、客家歌曲，真的是非常的佩服啊，非常的弘揚，係嘛？對，所以我們要往下扎根啊，沒錯，係啊，因為講到客家文化來講，本來。我看過跟人哋專家講嘅，可能50年呀、100年會滅絕。對啊，但是我們往下扎根以後，它搞不好就會多活很多年啦。對啊，這客家文化就開枝散葉下嚟。搞不好就永生不滅也不一定啦。有可能啊。客家精神冇復停。對，客家精神冇復停。大哥，做唔得隨便衝。有版權啊！有版權。你用啱咩就好咧？客家精神冇復停。雲煙，啊，你飲到嘅歌詞係咪叫佢有版權？嚇，冇衝啊！哦，係啊。我要按得人講哦。嚇，版權唔低哦。哇，這些。你要尊敬智慧財產權、知產權嘛？那當然，我們自己也是創作人嘛，對嗎？羅哥也是哦。我創作過啊。啊，真的。只是。關於真係衝嚟談看啊嘛？有發表啊，有發表啦。哦，真的哦。哦。OK， 好了，那比賽之前的介紹呢，金牌評審先生。好，歡迎羅桂麗先生、劉碧卿先生、黃義煥先生。先生介紹睇的哈，俺亞洲的馬上分享啊，那第一組的選手哦，一組哦，吳彩潔還有吳悠涵帶來童年夢。好了，談過啦，歡迎。
的蒙太噶。哎呀，等一下啊，我们送包了。蔡姐，有喊。应该没送包了。黑啦，你是妹妹对不对？你老妹哈。啊，对。你用啥？一枪糖的是哈发。不一定比较个子小的就会妹妹啊。系啊，你用啥糖的是哈发嘛？对对。哈嘎发。糖的是啊，你糖的是嘛？糖的是啦。糖的是嘛？不会讲嘛？糖的是嘛？你不会讲嘛？啊，你用客家话介绍唔知噶？太家好，太家好，我很菜嘅。哦，菜嘅，安呢？太家好，我很唔要害。哎呀，講到很髒呢，當歸呢？對啊，啊排泄啊。唔該，阿爸哭下來。我唔叫亞洲蹲啊，所以。他扁平足啦。不是扁平足，我有青蛙腿，所以我蹲不下，我只能這樣。他用做的啦。我的極限了，嘿。他有練核心肌群呐，他啦哈。你用啥？還第一擺來衝嘛？第一次來對不對？第一次來這個節目表演哈。有歡喜嘛？有。會緊張嘛？有一些嘞。有一些嘞啊！客家話真係懂厲害哦。真係懂厲害呢。唐講爹父卡都講客家話。客家話係同乜人學嘅？爸爸媽媽從細都同人講到泰。爸爸媽媽有來嘛？啲那片。哦，跟媽媽。按讚客語家庭呢？對啊，媽媽懂有心呢，爸爸咩啲嘅。哦，爸爸係你嘅公眾人員係嘛？唔係啊，講到嗰邊。哎呀，冇簡單呢。客語家庭冇簡單，我從細漢用教，佢談嘅時要會講。因為我讀到比如講，像苗栗縣市大部分應該會講客嘛，嚇，但是下一批嘅就唔要講，因為爸爸媽媽都會同佢講過嘢啊。係關係。我跟人家很講很學，真係不得了呢。係咩是望爸爸媽媽哦，從細教育係嘛嗬，教佢哋講客家話。哦，懂厲害呢，又唱得好，童年夢呢。對對，唱得很好。你說是不是都不錯？對，對不起，爺爺腳酸了哈，阿公腳酸。阿姨們有些可以迷了，我們這樣可以了哈，讓你抬頭看我們一下哈。對，好。你用啥同慢音學歌誒？學唱歌誒？跟誰學唱歌？老師的名字叫什麼？欣賞的樣啊，羅碧霞欣賞。羅碧霞欣賞啊，羅碧霞欣賞。羅先生真係懂厲害呢，佢全部教嘅全部是小朋友嘅，小朋友嘅哈，啊，自家要上班還要有心。對啊，唐講要冇數錢嘅嘛。哎呦，對，哦，因為愛有心嘛。比到傳承客家歌嘅啊，真係傳承，係啊。誒，唐講兩位還有特殊的才藝表演，係嘛？還有才藝嘅表演，係嘛？好，準備好嘛？啊，表演乜嘅東西？表演乜嘅？鋼琴，你用啥彈鋼琴哦？用它彈嗎？哇，兩個長得跟仙女一樣哈，然後彈鋼琴，一定畫面很好看。唱頭擺唱安樣哦，出來表演呢，全部花都面東風有嘛？哦，你頭擺講一條，佢用啥唔會呢？花都一獎哦。對，哇，今天真的兩個很漂亮。啊，你跳下來看你用啥？看下鋼琴彈鋼琴嘅表演哦，歡迎。係。
手连弹，哇，对啊，对啊，小厉害康老师自动用哎，小康老师，他们还看这个节目五线谱，它是五线谱，给你们简谱哎呦，五线谱，上面做满了记号，有没有？对呀，哇塞，五颜六色，五颜六色的记号，你还一啥可以两种嘞？对对对，跟这可以一种啊，肉没可以一种啊，有没有？你知道吗？这个五线谱连我们这专业老师都看不太懂。我们小康老师看不懂呢。有了，看得懂，好不好？看得懂。好，你看的是了，慢慢一些评价一下专业的角度。两个人非常的有默契。嘿嘿，姐姐，这是姐姐对不对？对对，姐姐是伴奏，然后蔡健妹妹弹这个主旋律，哇，两个非常的有默契。对，天作之合。要慢就一起慢，要快就一起快，真的。弹错，他们一起弹错，要错就是一起错。哎，两妹做你的本人发现呐，对吗？而且美女与野兽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啊，美女与野兽。没，我是旁边那个茶壶，有没有？你是茶壶怪，就是找妈妈那茶壶，是不是？对，哇，这很棒哈！专业的老师说你们好棒哦，来，你们长得这么漂亮，这样弹钢琴真的很适合。这个是妹妹的，来，妹妹，麦克风给你，好来，那我们就表演完了。我们要回到那个位置上哈，来走，我们过去。没关系，放着，等一下我再帮你收。谱等一下给那个阿北帮你收哈。来，结束还会收谱。对啊，我跟你讲啊，习惯真好。我们现在来看分数了，先听讲评。先来堂给欣赏公平哈，公平公退以后，然后分数如果有及格，然后2个礼拜加起来190分，那边有红包哈，可以领。做个出风包哈。OK， 好来。你来堂欣赏公平，唱国礼欣赏。好来。哇，蔡健、优涵，係嘛？優涵錯了哈。你們兩個真的好棒。你的今天 we had。黑奶片，你要不卡的那片？你要不奶？沒有你。不卡的那片。你還行做，還討厭。啊？你要不卡的那片？蔡健，你要不卡的那片？是哪個縣？討厭呐，討厭嘅片。討厭那個片。用麼？用嘅片來。強調啦，咪有啲強啦。即係個正統嘅白絲煙哈。也特別有一絲絲的鼓勵，而本兩位小朋友，人講哈，我講每一個聲音親近一下，真嘅，尤其唱佢兩個按那個年紀哈，唔講也有個彈鋼琴，如果唱歌，其實按那個年紀嘅小朋友呢，佢哋在學唱歌也重要，因為那邊嘅會編上，在編上之前呢，其實人哋要求嘅。其實唱歌唔係講技巧要結合，也係講嗓音要結合，係一種態度啦，係咯。在編上之前，嗓音編得以後，那麼樣唔低嘛，哈。所以講，老師本來係鼓勵就講，唱嘢要會彈鋼琴按讚哈。希望，對我想問你問題，除了耶穌歌曲同嘢夢以外，還會唱其他嘅客家歌嗎？還有配書會唱嗎？都要學其他客家歌嘅嘛？有沒有唱學過別首？有嘛？除了童年夢以外，還有會唱其他客家歌嘛？羅比下先生應該要教其他歌嘅嘛？還有教啊？羅老師還有教其他歌嘛？廣東話。寬同法。寬同法。好。老師本鼓勵哈，就講希望那麼嘢也鋼琴好好嘅哈，那麼嘢自己寫歌自己唱，好不好？好不好？主要你客家青好成個也係一個當好嘅一個發展音樂嘅方向，以及台灣也客家音樂嚟講，見來見優秀，見來見當然從事客家歌嘅演唱同創作。今日講到人嘅缺點呢，只有一絲絲嘅一個小地方，所以講故土難離，情也難捨。有一段歌詞嘅替邊故土兩個是有稍微一點點的調拍了。故土哪裡，情意難捨，繁衍的是東東。但是聽一遍又真爽咯，又懂貨了哈。所以呢，兩下加油。老師期待將來看到你們更優秀的表現，好，謝謝。OK，謝謝。老師希望你們把這個音樂的才華學好，以後長大哦，可以自己創作一些歌曲。去給他下歌誒。因為他懂流行那種創作歌手。好不好？條擺就，他一擺就同阿姨共用啊，同佢條阿姨共用有冇？啊，這啦，給阿這啦，同佢條這共用按優秀去給他下歌誒，哈。好，做得嘛，哈，加油啊，哈，看分數咯，好來看分數來，可以向吳彩傑還有吳優涵嘅分數。
96.3分，同高。下礼拜超过95分，应该就有190分。94分就做的。好 ，OK， 好，谢谢哈。安子生哈，你亮啥？两位为什么都不笑一下？啊？你们笑应该很可爱啊。他刚刚笑了，他刚刚很不屑我的。没啦，有些紧张了哈，放轻松，放轻松。好了，好，跟妹妹回去休息了。好了，回去休息。谢谢。嘿不嘿？你他手机？来到梦游仙境。嘿啊，他们两个有点。对啊。我是谁？我在哪？廖中敢不？请等一下。没事，坐好就好了。好，坐着。不要紧张哈。好。哎呀，还要吃什么吗？肚子饿了吗？肚子饿了没？啊？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吃个排骨饭？应该怎么事？一直 Q。内湖也有一个叫芳林卤肉饭。哦，不错。芳林卤肉饭加顶尖排骨。哦，他也有卖排骨。哦，他的鸡腿排也好吃。很讲呢就会买哦。好了。沙雷分享王晨燕带来同法语。好了，谈过了。你有参加过什么样的活动？我有参加过胡姑婆她的朋友。是音乐剧吗？音乐剧不是啊？它是什么剧？唱歌的。你跟谁一起演？那一次有。那一天有陶晶莹老师、王岳宁老师、罗时丰老师、罗时丰不去啊？我去过。突然跳痛。大庭广广行里，离开都市跟人群，欣赏蓝叶树生意，也没自由，也没低调的童话语，空气中甜甜蜜蜜，爱身边让你有你，也没地让过。他上映唐一白就唔会记得，真的吗？就唔記得，佢有來過。你上一拜還彈烏克麗麗從架坡給胖夫版。哦，烏克麗麗我記得，但是你應該有邊用嘅哦，邊較斯文。有嗎？你上一拜就讓演到了呀。對，一看就是經驗豐富老道。他上一次穿個西裝，那個小背心這樣啊，穿個澎湖灣，你 Vicky 上映就哇。那一天你是感冒還是變身？
没有感冒。英国本来就要聊东西，跳我头发一就是这个风格，朱超凯。他就是低沉的嗓音。但他今天不错啊，今天的声音有很多变啊。哎，哦，你今天他参与青都会发通了，他现在参加的活动多了，他不会紧张了。哦，我刚刚就看就是经验很老道的。对啊。你有参加过什么样的活动？我有参加过虎姑婆和她的朋友，还有佳音英语戏剧。虎姑婆和她的朋友是音乐剧吗？音乐剧不是啊，它是什么剧？唱歌的。唱歌，你在里面唱歌吗？你跟谁一起演？它是舞台剧，然后唱歌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唱歌而已。哦，就是唱歌表演。蔡富腿当空冲狗啊，有青斗影空哈，有很多人一起唱歌吗？那一天有谁？那一次有谁？那一天有陶晶莹老师、黄韵玲老师、罗时丰，罗时丰老师，罗时丰有去啊？我去过。突然跳痛。我忘了是正常。桃子姐，你都有跟他们。还有虎姑婆和她的朋友，有品冠黑嘛？是不是品冠老师？都是大咖的人物。对啊，哇，你很棒哎。对啊。跟这么多大咖老师合作，哇，好玩吗？好玩哦！那你在里面独唱一首歌吗？有，就是那时候我进录音室的时候，我独唱一段歌，然后我一次就把它唱好，然后One take 啊！黄韵玲老师跟录音室的老师都一直夸奖我。哇，被黄韵玲老师夸奖不得了哎！那真的已经是神级的老师。真的，我都没有被他夸奖过哎。因为没碰到他。也是啦。哇，那不得了，不得了。哦，还有其他，你还有参加，今年有新的挑战是吗？今年有参加佳音英语的戏剧团。舞台剧吗？英文的哦。英语的。English。Lost phone 的 English very good。对，就是手机掉了 ，lost phone。Lost phone， 你知道吗？他的名字叫 Lost phone。You can practice with him。你可以跟他练习英文，对不对？可以哈。你 teach me，you teach me。你教他讲一句英文好了。你问他今天吃饭了吗？Are you？外国人也有那个对，有时候也会卡顿一下这样子哈。这个是什么？那这又是什么角色？那是我有两个角色，一个是花木兰的爸爸花木兰的爸爸，然后一个是汉军。我以为是我们这一家花爸嘞。汉奸啊！汉军，汉朝的军人汉君王朱超。用这角色嘞，古装的呢，古装的呢。你也是这体验过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东西，哎呀，很棒啊，那么小。英文的舞台剧哎，对呀，好简单哎，加油！加油！你是对这个演艺行业是很有兴趣呀？非常有興趣。好，那知道佢做的咧，佢上到有斯文，係啊，有斯文，對啊，唱得有清有特色啦，很不錯啊，很不錯啊，對，很有特色。剛剛那一首歌其實不太好駕馭，係啊，同法也很好啊，係啊，來，飛琴欣賞公平慧清老師，我們請慧清老師跟你說一下。對。陳彥聰嗎？那講緊你彈得是嗎？會的會，彈的是嗎？你聽得懂嗎？一聽聽呢，然後一聽聽呢，謝謝你。陳彥。可以呢，就非常燃刀啊，然后唱歌又行云流水，很自然，然后走那种很自然派的，对，很 chill， 对，很可以呢是应该是像梁山主持人讲的，参加过动到台新改发通，所以伊个推凤动文，但唯一一点点缺点是佢都该唱的之前要好注意听。可能佢唔係按管講客，陳彥都冇卡有講客麼？家裡有講客家話嗎？不卡有講呀，不卡有講。哦，該係愛性變假係有意，因為愛講解係海流。我們來聽國禮老師說假係的那個吸煙，我用講。佢講這個國詞音係音假係啦。假係，一點點的。咬字沒有這麼清楚而已，可能那佢冇按管講下有一啲啲爭差，係，韓國是係佢個
带音改音准，带音改音准，可能再够冲好准，但开始起的哦，这首歌就很赞，对，非常厉害。因为你本身的嗓音就懂带嘞，嘿嘿，韩国机的音色真是好贴片的，懂贴片哈，系啊，机长几多岁？是不是帅？可是我刚刚用耳机听哦，因为我贵挑都用耳机躺起来有那种。国中各种嗓，边嗓高有种嗓音，对吗？魏老先生，你还特色，好练习个嗓音不得了，这是一个辨识度很高的，像个油米咩样用，柔米啊、意混咩个嗓音有嗰种特色，有几只家嘅特色，而且当好，根本表现当好，表现当好，表现得很好，这句听得懂吗？啊，表现当好，等下就弹下去嘞，来，看一下几个分数。看一下王晨燕嘅分数。好。哦，佢哋先生本99分呢，活动战哦97.3分哦，好棒。哎，今天你自己来吗？还是爸爸妈妈有跟你一起来？爸爸妈妈应该有来吧？有吗？哦，那是爸爸。哦，妈妈呢？妈妈的会不会？哎，咋的呢？所以他在家里也都是讲客家话，都全部讲客家话，哈，沟通全部讲客家话呀。同阿公阿婆讲。哦，参加比赛啦。我们是靠演讲稿，就是会教他。哦，有去参加嘅演讲还有龙图比赛啊样。所以从小就培养出这个。他自己蛮有兴趣。他自己蛮有兴趣，哎呀，好棒！技术阿姨，给他嗓音清有特色，谢谢，很特别，好，印象深刻。多多培养，好，加油哦！什么陈燕？你真的长得又帅，又会唱，真的。英文再练起来，哇，不得了！对，什么呢？好 ，OK， 还有1礼拜哈，继续加油，好，你可以哈。好，做好。好 ，OK， 沙落，羅醫生還有羅蜻蜓帶來講爸婆。來唱歌啦！等一下，罗医生，罗蜻蜓，嘿，又见面嘞！俺老翁人啊，哎，俺老翁人啊，稍等一下，来，我们站后面一点点哈，
不然阿姨会看起来太胖。这个叫中间点 C 位，好不好？我们站在这里哦。你们又见面了哈。黑嘛哈。对。法神的来，我有印象，有带个那节目金钱油啦。你看爸爸妈妈也在，你看。对，爸爸妈妈今天有特别打扮，知道会 cue 到他们。对。妈妈送100轮，没上都暗用哦。哇。妈妈今天也有漂亮呢，对不对哈？你们2个今天也又帅又漂亮呢。对呀。对不对哈？第一次上台唱歌吗？第一次。不是啊。唔系啊，阿公爸婆嘿，你的个招牌曲吗？招牌曲就是你们常常唱的歌吗？有点哦。就是你们常常出去表演的时候，亮啥就会空唱那条歌，系嘛？对啊，因为爸爸表演很多啊。对啊。当一都在 PO 他在表演。对啊，爸爸现在是大明星呢，很抢手呢。爸爸会带着你们出去外面表演吗？会啊。那就是一起赚钱就对了。对，小孩子好危险，就常常说出实话。所以你看，这么小就把他推出来赚钱了。对啊，邓银像啊，青春也是有限，可爱也是有限的嘛，黑毛来用三邓银像，留下美好的回忆啊。从个沈宗伟啊，要用给按邓银像，黑毛哈，去疯嘞，你节目抢毛机，抢不到机嘞，没有老乱讲的。对。你们客家歌是就跟爸爸妈妈学的吗？对，跟爸爸学的。教比较多还是妈妈教比较多？爸爸，对啊。爸爸的歌你们会唱吗？会，有些哦。爸爸最新的、最红的歌是什么？不知道。妹妹的反应很直接。妹妹很可爱。不知道。那你喜欢什么歌？对呀，你喜欢爸爸哪一首歌？我爱你哦，我爱你哦。你会唱吗？怎么唱？来。我爱你。天里星我一闪闪，我爱你，天里星光，你敢在？是吗？你可以跟小孩子这样沟通啊。嘿啊。你可以。你他们是哦。那如果你可以去当豆桃呢？豆桃吗？就是那种人家起鸡的时候呢。这种哦。然后你都听得懂哦，真的哦。对啊。你跟我神明降价在我身上。先不要。先不是哈，我先不用开发这个技能。那你会唱爸爸什么歌？Q 一条狗我爱你。我爱你。还是你会唱爸爸别的歌？歌名我忘记。歌名你忘记了？那你就唱啊，直接唱来。来，妹妹很想帮你的样子。预备起。我爱你，我爱你，听你心肝，你敢知？好啦，我帮你唱了哈。记得感情正运动会发生于我不会做条路的时间，全副康影都会带的，都会带你们，爸爸都会带你们一起去表演，然后出去玩，对不对？家和乐融融，是吧？对啊，你看他多开心。对呀，哈。那哥哥还会画画呢。哥哥很会画画，是不是？对啊。对啊，对啊。是谁教你的？学校老师教还是爸爸妈妈教的？拿起笔来就会画了。外面的老师，哇，你看他画的画，哇，好棒哦！哇，这个抽象画，这是一个哪抽象？那是地球，看不出来吗？对啊，国泰民安这是香炉，你看旁边还有，很像蛇的龙。你画的是哪里的？北港香炉。哇，你还马盖，这是拼贴吧？这是不是贴上去？对。下面是水彩，然后贴上去，是不是？哦，这张很漂亮哎，可以卖给我。廖东江哎，廖中东江啊。哎呦。对啊，那裱框裱好卖给你这样。可以啊，送给我更好。送本来还哦，很厉害呢，懂厉害呢，还有得奖呢。从小就这么有才华，还有得什么奖？你画画有得奖哦。得奖啊？有得奖啊？得那个奖金。奖金哦，有拿到钱。是你们县的还是乡的？不是。学校的。就是，反正就是画出去比赛，然后一个区域的一个区域得到奖金这样子，那很厉害。几千块吧。他可能钱他还没看到，包在红包，妈妈就收走。就收走了，好可怜。看妈妈这样笑，应该就是这样没错。好了，给他们给多钱呐，真的很厉害，很可爱。懂等一下又有才华哈。冲出来抢一环欣赏，请雨涵姐姐帮你们讲评一下哈。好了。玉成跟静婷对吗？冲毛你都要给名诶。错。好，那我今天要来好用这个姐姐的口气来跟小朋友说话。好的。就是我觉得阿姨吧。
姐姐。好啦，好，我觉得今天你们唱这首歌很可爱，很像是以你们小朋友的视角去看阿公阿婆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打情骂俏的那种角度，对。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有小小的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的节奏很难唱，很跳来跳去的，所以咬字有时候会松掉，还没有咬完就唱到下一个字，我觉得这比较可惜，是这个部分。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台风很可爱，就是音乐一下就开始高八坡，高八坡，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台风的部分有加分到，对我很喜欢看你们的肢体跟表情，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我喜欢的是你们的整个台风，嘿。听得懂吗？整个的氛围，对，就是说你们舞台上的表演很棒，很好看，很好看，很可爱，对，很好看，对对对。然后2段的唱法也会有差，因为感觉到第2段你们比较有进入状态的感觉，所以我比较喜欢后面的表演的感觉。所以如果以后你们唱歌的时候可以用刚刚第2段的那种感觉来唱的话，整首歌应该会更好。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喜欢你们的演出哦，谢谢谢谢。有可能第1段刚开始表演就还会紧张，要不然就以后要像那个 iColor， 他们那个4个小男生有没有？妈妈在前面讲，通走一周9干油，那小孩就会跟着跳而已。那你这样就是要怪爸爸妈妈了，刚刚没有偷懒的坐在那边，走那个片了，黑毛。爸爸妈妈下次注意一下，公爸婆给通走出来。好了，好的，看分数来哈。看一下娄艺晨还有娄蜻蜓的分数。好了，看分数啊。96.7分，好高分哦。这个分数挡后啊。好，你是要吃了吗？来，这样子啊，这样拿。麦克风是这样拿哈，不是这样拿哈。嘿，这样会照到你肚子饿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这样才有声音。对。好。那蜻蜓可以哈。小心拿哦，不然爸爸要赔10万块，你知道吗？对，如果掉地上10万块啊。这一支大概20几了。对啊。好，这个麦克风比他的手都还粗。好，谢谢哈，谢谢娄艺晨、娄蜻蜓，回去那边，回去那边坐好，拿回去，麦克风送给你，好，你们2个40万送给你，拿回去不用还。好，等下我们杜哥会哭了，不行，是种子会哭到。好 ，OK， 好。沙雷总挺直带来改变茶。好了，躺过啦。英国同嘅小仪先生嘅摇滚同有咩是来歌错吗？两条歌会就摇滚。这个衣服是不是就是摇滚童谣的衣服？制服错吗？哦，打歌。你还很重的 logo 哈。你们可能超前部署吧，他那个时候可能就买大一点。没有，都得做都胎啊。
哎，你本来就懂讲嘛个边讲，对吧？金钱雷嘿比较酷帅那种感觉。对，以前跳街舞。你应该说哇，你眼睛变大了。好啦，谢谢你。也爱四推四行嘛，强勇啦，开谁都强勇按讲啦。对。哎嘛，你金钱雷还跳舞给的哇，很帅气。哦，所以你是花莲热舞社的嘛，嘿嘛？我有去参加，我有去参加那个跳舞的，就是教室这样。所以我记得你之前还没团结成语啊的强下来，嘿嘛？好像没有。其同家落妹还有露台，啊，其迄七个伊啥表演？对，我是一个人来的。真的呀？哦。罗哥如没有我怎么办呢？对我真的，他这几年的记忆都消失了。什么这几年，以前的也都消失了。20年前，我夫几两5年的时间呢？对啊。哦，亲离婚呢？花莲牙边谁阿妹耶？花莲很漂亮啊。一讲啊。对，风景不错。风景一讲。对，好山好水。你在花莲读书吗？俩哈？对，我是读玉里国中。哦，你还国中？玉里啊？对，我是玉里的。哦，那是花莲最尾端的呢。对，可以这么说。差不多，还有富里这片。对，我都推动的。花莲玉里客家人真多。对，应该阿爸嘿。你阿爸嘿客家人。你阿爸。对。你阿爸同阿爸共用啦。玉里面最好吃哈。看个人，我是觉得还不错。还不错。好吃啦，还有出豆腐啊。对啊，玉里出豆腐。太 Q 头。我上次去玉里，刚好要吃臭豆腐，结果那一家没开。哦，没开哦。对，我就吃到别家的。哦，应该还不会做的啦。还可以，蛮好吃。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啦。花莲有买好料，好搞。迄讲会出去聊嘅法，蛮耐聊。户外教学。看到懂关系的呀。我们还是来台北玩。往太平洋跳。有游泳吗？有，没错的啦。就是我们7年级的时候有去那个校外教学，然后因为我们是在花莲嘛，就是因为就是在就是东部，所以不可能说一天就去什么台北，就是可能来回就已经半天了嘛。对，所以我们交通还没有。对，所以我们就去花莲比较有名的。就是通常校外教学都会去海洋公园，对，远雄海洋公园，对，它就是一个可以看那个什么鱼类啊，一些喂食秀表演，然后他们都会有那个主题。我记得海豚好像是什么不要乱丢垃圾，对。海豚的主题是不要乱丢垃圾。对，他们就是有一个故事。对。所以很多高幼小朋友不要乱丢垃圾这样，连海豚都会丢到垃圾桶这样。海豚。他也会把垃圾捡起来，然后丢到垃圾桶。是表演这种吗？就是他们就是有表演说，就是他们发现海豚里面有就是垃圾，然后他们有去就是像一个那种可以透过肚子的那，也有点像纪录片这种感觉，因为海洋污染了。不是海豚会跟你讲不要丢垃圾。我相信基因突变应该可以。基因突变他会讲人话的时候可能不会，也爱讲讲汤不是啦你跟好高底部都有青岛某共用过家人哦。对，我们真的哦。对，我们班超多混血，像是为什么？是就原住民混没有，就真的是其他国家的。对。真的，现在花莲、台东很多那种国外的人都在那边进驻。台东有几多？对，东。都兰给骗青岛，艺术家某一个年代的可以骗。像是我们学校，我们班就有中国的，然后还有印尼，然后泰国还有越南。算是新住民，对，就是新住民。那会有交流当中会有哪个特别的事情吗？就是我越南的那个同学，就是他说他过年有跟他妈妈回去越南，然后听说咖啡很好喝，他每天都要喝这样，听说也便宜。越南咖啡它就是会有渣渣的咖啡，好苦哦，因为咖啡炼奶啊，很浓郁。我是没喝过。今天的就是它是用肉的，反正越南什么东西都要加鱼露，有没有？咖啡没有加鱼露啊，反正什么东西好像都要加鱼露的。其实跟东南亚全部都黑啊，他们都有加鱼露，对，比较刺激食欲嘛。因为东野的地方嘛，而是辣的，而是酸的、甜的这些东西。哎呦，给我冲出来，来汤欣赏共鸣一下哈，唱歌的欣赏。庄庭之，对，他发音要吗？我很好奇，教我一下，你的名字他发音发音？仲听字，对，仲听字，海峰，我考过海峰啦，所以我讲 CNOK 没问题哈，开始哈，还可以哈，好，我先透露你一个小秘密，你今天唱这首歌原创是谁，你知道吗？徐诗慧老师。好，那你知道他女儿就在你后面吗？我知道是那个贝斯手。是很有可能。娜娜。
哎，那很不错啊！你在原唱老师的女儿后面，你表现这首歌还是很轻松、很自然，有你自己的味道，我觉得很不错哈。那因为你的年龄的关系，我不能把你跟小朋友一视同仁哈。我们对你的期待会高一点。我先来说你的优点，你的声音很干净，好，然后呢，你的肢体在舞台上的肢体也很自然，然后更让人觉得是你有 enjoy 在这首歌的音乐里面。好，已经具有相当基础的专业程度在里面了，这是我今天看到你的优点。那如果说要缺点的话，当然最大的部分在于你的咬字、咬字的部分，也还懂得从客家歌曲的不管係咩行業嘅參賽者、表演者，佢哋盡容易犯嘅一個錯誤，就係講咬字冇按注重。啊，既然從客家歌嘅，那你就要把咬字咬清楚，把那個標準念出來，發音出來，安尼，這種味道真較純正。像好多國人講，好多國的後頭真係，他的那個氣口，那個氣口口氣，把它唱出來。那這中間當然包含了很多元素啊，包括咬字也是其中一部分啦。客家歌的腔調，你可以出來一首歌的客家，一首客家歌的唱好了，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咬字一定要講的。裡面有幾個素材，比如講就像兩個捏琴，那你把琴後面嘴巴閉上了，捏琴就不對了哈。再來呢，就是點着桌點燈做當個記錄做哦，不是走哦，你是念做當，你是唱做當，那事實上那個桌是叫做當。還有最尾巴還有一個地方，我也是覺得蠻可惜的。你在最後一句花開花謝形影不離，要接下一次的副歌，接一首歌3個字的時候，你急的拍子就有一點讓人覺得很不舒服。不要急，这个地方接点可以轻松一点。虽然它没有让你缓冲，没有让你换气的空间，但是呢，把它唱轻松一点。这首歌你已经表现得很轻松，很有那个自己的味道了。这个地方接点如果再轻松一点的话，我今天可以给你的分数已经很高了。如果这个缺点没有犯的话，我给你的分数会更高。提供你做参考哈，谢谢，谢谢。心目欣赏，老师蛮严格的。对啊，因为唱歌这表演啊，古时候要本给慎重去计费嘛。我只是想说，今天只是特别计划，反正就是大家来赚奖金。对，有计费啊，就来讲一下嘛，哈，对啦哈。不过老师讲的要听，会一个养分，对，养分，把它学起来哈。好 ，OK， 来看一下本书。好，看一下总体值个分数。好的。哎呦，讲起来用讲，你看99分哦，97.3分，哎，总体值哈，恭喜哦，恭喜哦，辛苦分，好，加油加油，好，下一礼拜给我加油哈，好，花莲来辛苦哈，哎，谢谢。好的，你看他衣服跟鞋子还配的，对啊，配一组的，对啊，哈，还配一组哎。调色，同恩里冇强用吼，都没有在配。好的，下来，下来纯粹期待了 Kids of Rock。好，来弹个啦。跳民虫，不想动词，动词又是大天童。
松开始上课啦。Kids of Rock， 哎呀，来嘛哦，有看过佢啦，有看過佢。有啦，之前有來過啦，來幾下拜哦？幾下拜？哦，5次啊！青島拜咧，英國同嘅小儀先生嘅搖滾同有咩是來過？錯嘛？兩條歌嘅就搖滾同有小儀先生嘅，真的好穩哦。這個衣服是不是就是搖滾童謠的衣服？制服錯嘛？哦，打歌服。人哋喺韓族嘅 logo 哈，咩？而家係反射時間，幾耐時間當？搖滾童謠有年紀嘅漢字啊，啊，他有年紀的限制，寫好上。有個可能超前部署啊，他那個時候可能就買大一點的。做得做到太啊，有幾邊衝到4、5、6歲啦，做得落嚟衝嚟有嘛？哦，所以你帶哪位？中辣。中辣嘅片啊！對，這樣時間就去參加比賽時間，唔比賽參加幾多團嘅時間，啊老師唔全部唔帶到嘅人嚟打籃，哦，作動嗰邊嘛，全部會上嚟。冇，佢哋喺全部應該係保姆車上來。全部在呢，就帶個劉小儀先生加布卡夫群，啊啲訓練嘅時間就加布卡去衝宿舍，強用帶嚟加布卡訓練。全部去到加布卡去訓練，對。那塊舞台啊，要衝口，全部都有訓練嘅。跟除了呢個參加以外，揀一夾嘅樂團，啊，還有參加其他東西嘛？學校嘅社團係熱舞社。熱舞社哦，看得出來，對。上一隻 hockey 係熱舞社，哦，兩隻 hockey 冇咧。貼貼咧哦，嘗試不同的社用的哦。如果如果你要跟他們尬舞，可以尬得來嗎？那兩個都是熱舞的，對嗎？你說嘛？下次準備好再來。那下禮拜好不好？還有下禮拜。下禮拜做的三位來 PK 一下喲，挑一些團。下禮拜再弄一下，好不好？唔過唔見本意就有準備了。對，你不是有準備一份舞台還有表演。你剛剛已經算是載歌載舞了，你還有乜個貼士？我也可以哈嘛，做得嘛，我有做得好，你下做得吃腳來哈。來，總上來一下，總上來一下。舞蹈表演，來。哇！你看個當紅兩位條很騰衝。對，哎呀，他們搞不好不甘示弱，等下就跳下來。聽錯會。對。喊一百來 PK 一下，我們3個組女團。哎，最近那種短影音網絡比較紅的那種舞蹈，除了阿帕茲還有什麼？明路當紅清風的哦。也是。青島吧。青島。應該青島吧。還有那 Lisa 那個。你不用看我，我也不知道。他眼神求救我。Lisa 之前有一個動作有沒有？哦，那個屁股。這是什麼？就是抬很高，然後哇。你媽幹演技嘞。好看呢，很有。好看啊。對啊，跳得很好。她是 Lisa。好，是的。哎呀，你看我吉娜跳。
哇，很棒很棒的表演。好了，冲出来，抢飞行欣赏公平哈。好的。凯琪。 款怡那时还有受过专业的训练的，对对对，所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受訓練？過少3年生，過少3年生，所以經驗豐富了。幾多歲？應該差不多10歲吧，10歲，10歲。所以現在就是練下時係嗰個團體是，你是總在參加咧，係嗎？ 超高年紀嘞，都沒參加，很嚴格。我給他的，我今天第一代了，知道嗎？我今天給他的全部都是優點啊。對啊，我寫了很多。因為咧係小是係節奏好驚改過，不過幾個跑歌全部聽得到。因為我幾條歌全部戴兩耳機聽，你當好。韓國是叫推風動文，因為唱歌而跳舞就忘記他的微笑。他從頭到尾都有做到。韓國是叫咬死沒動清楚，因為我們啲開始這個地方，你兩條歌係太普強啲嘛。 係，所以佢啲位都要創到線上有班講。線神係嘛？係，他也有注意到這個。韓國佢嘅高音部分咪係創到動員化很到位，所以我基本給他的全部都是優點。哦，優點。不過我對佢有一個期待，就是通常這種唱跳的哈。 是不是可以試試看抒情歌的表現？哦，那會有種挑戰。係，準備起款。但是怕他碰到抒情歌，他還是要跳。點沒做的啦 ，slow dance，那就還是跳 ，slow dance，那就還是跳 ，slow dance，這種感覺。可以，今天很厲害，很棒，很棒，真的。好，什麼欣賞？安子 C， 大家，安子就看一下分數了。好，看一下孫凱琪嘅分數。好嘞。分欣賞，你按鍵是不是壞了？對啊，一直呈現都是99。表示講太精彩了呀，係嘛？你的小朋友全部很厲害啊！大家全部都厲害。哎哦，什麼凱琪哦，還有1禮拜哦，繼續加油哦！回頭休息哈。嘿，好來，殺落來。殺落去，來次發言嘅啊，劉成義帶來容顏。好來，旁觀啦，哎呦，哎呦，蠻過喲。哎呦。TP 線兩條歌有乜故事嗎？就是。 因為以前小時候，就是大概6歲的時候有參加比賽，然後阿婆都會問播的時間，然後就會可能，比如說5點多，下午5點多，然後他就會煮菜煮一煮，然後從廚房裡面跑出來聽我唱歌這樣，然後他在我國3畢業的時候就過世這樣，過世有3年生的時間哦，然後剛好這位老師這首歌剛好是寫給他阿婆的，我就想說就是試試看，呈現一下。 表現自己對阿婆的思念。 才無欺騙，只願愛你開無卡安動。
中嘅永远。漂亮！为什么这么这篇限量跳国哎？你平常都不是这样子的。他平常也是那种热舞。对呀，热舞。法典的那样用。要不然就是唱可爱的。对啊。讲给你跳吧。也还是非欣赏的呀，系嘛？哎，没加加葱啊，这篇限量跳国哎。就是想说挑战一下自己，因为平常没有唱过这种歌，就平常都是那种比较热血一点。热血，要不然就是比较动感一点。邱鸟荣他有感情的歌哎啊，比较难诠释。公司采访。不会，他什么歌都能。按细听那个细粒子的，吼，乜嘅用。就累咧，累比赛咧。乜嘅歌佢咪唱？乜嘅歌都唱。跳歌佢都表演都非常好。係啊，真的。T P 限量跳歌有乜故事吗？就是因为以前小时候，就是大概6岁的时候有参加比赛嘛，然后阿婆都会问播的时间，然后就会可能，比如说5点多，下午5点多，然后他就会煮菜煮一煮，然后从厨房里面跑出来听我唱歌这样，然后他在我国3毕业的时候就过世这样，过世有3年生的时间哦。故说阿婆青好看冲狗就抽了，然后刚好这位老师这首歌刚好是写给他阿婆的，下不阿婆我就想说就是试试看，呈现一下，表现自己对阿婆的思念这样。表现2种情感。我每次听到就是说哪一个的阿婆又离开了，哪一个阿婆，我们又少了一个粉丝了，对，观众。开始搞个天空空啦。对啊，身体要顾好了。身体要顾好了啦。上次看你闹嘢大乱队，笑一下谈歌的嘛。乡亲要讲啊，讲到给妈妈走退咧，给妈妈特别咩安尼忠实观众。嘿，青岛的总比都黑啊。大家顾好了哈。他家自己身体要顾好了呀。对啊。基本要露台露摸，你们不是3人组吗？哎呦，有来吗？你下面2个小的没有一起来被你使唤。今天换我独占一下。你 solo 是不是占7位？是不是？所以你今天他刚刚看凯琪跳不开心了啦。好，来呀，不开心，来 solo 一下，来。你要 solo 哈，来，我们2个亦敌亦友，好不好哈？鼓掌一下啊，中场了一下哦。好，来。哇塞！哎呦，男团的狗哎哦，对啊，很酷嘞！哎，你真的很2级嘞！明白。没有跳的时候就是那种酷的，然后一跳哇，整个精神都来了。规则个精气神，全部出现这样子，动力会呢。一个女团，一个男团，这种很多啊。你如果去那个国父纪念馆啊、中正纪念堂，或是台北车站楼下，很多年轻人都会窝在那边。抽，对啊，也还讲个车运动风，有个gang的都在练习。对，他们不知道哪里可以练舞，动力会呢。台北车站那个楼下那边很多啊。青岛还有上面有冷气啊。对啊，不用在外面曝晒，吹不用钱。不得不说，跟韩流跟力量正经动态。真的。文案都还有上，你现在也是念表艺对不对？表演艺术系。没有，是流行音乐。流行音哦。是城市大学的。对。城市科大哈。学妹你好。学长好。他你看像学长那么优秀就对了。冲色来了，唱一环欣赏。陈瑜，你好。其实我喺咧礼拜看你唐以冲歌，俺们自己喺跳舞嘅。一环欣赏没懂会跳舞呢？冇。他唱跳歌手。他是韩国 IU 他是客家 IU。随便乱跳。可是看了你跳舞嘅感觉，然后你冲歌嘅感觉，其实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就看完你跳舞之后，我觉得哇，你冲
慢的歌，有些系列大送给黑，就是你感觉没有放开来，就是你会觉得。可能拍子要算得很准啊，因为跳舞的时候拍子对点那些都很重要。可是你在唱慢歌的时候，你可能也把这个看得很怎么讲，有点制式化的感觉。可是因为唱温柔的歌的时候，你应该是要顺着你的气息去走，跟着你的声音声线去做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首歌可能会比较像是你的样子，可是我感觉第一堂你冲，可能换气的点，吸气的时候会有点抢拍劲，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没气了，所以提早收尾，然后再进到下一句的时候还是有点小抢拍，我觉得这是有点就是循环下去，所以如果你的气息有抓到那个你可以舒服换气的地方的话，唱歌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很喘的感觉，对。然后廖树狗 Q 给你打赢，有一点可惜，就是可能在唱要突然到低音的地方的时候，你有点没有转下去。喉咙在唱低音的时候，应该是要更放松的。如果用力的话，反而会唱不下去，声音也会变得比较扁一点。所以这部分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这样对。然后在副歌的地方，其实有蛮多8度的跳跃，例如说爱voi，你在唱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用爱voi推上去也可以，但是你可以8度跳也可以，爱voi这种唱法也可以，就看你的。声线怎么样去用力会比较适合？我觉得这是你可以去调整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你想挑战自己去唱你可能比较不擅长的领域，这个心情我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对。然后我觉得对于这种想挑战的，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希望可以看到你以后有更多不同的样貌，不光只是唱可爱的歌、唱跳的歌，连唱抒情的歌都可以有你自己的风格，非常期待。好，什么欣赏？今天金主也会穿马步。嘿，感情的被我他来了哦。好，来看几个分数。好，看一下刘成怡的分数。94分，一個，下禮拜有93分就做得出嚟啊，出風暴嚟哈。OK， 好，史夢成怡，阿謝，係啊，流行歌曲做6位小朋友嘅，基本比睇嚟，還有一禮拜哦，下禮拜加油哦，哈。再拼一下就有紅包可以拿了啊，5000塊，好，自己抽，自己家出。我们刚开始只是想要试试看而已。OK， 我们就做了第一首歌《10万加入马甲》，然后做10万个为什么？10万个为什么？对，10萬做馬甲，对，写那首歌写得非常辛苦，因为我们身边没有认识客家人会讲客语的。对啊，那你怎么写出来的？那你怎么会？你用客语词典拼出来的吗？因为你是有客家的祖灵通。老年音乐会，哇！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非常的亮眼。因为你眼睛舒服了嘛？来特别来宾啊，安尼两位讲个什么诶？唔单讲个讲啊，同讲佢两位还真优秀嘅客家创作歌手。哎呦，唔系客家人，创作客家歌嘅，系咪真厉害？因為宣傳佢哋嘅行業專業。哎呀，唔係客家人創作客家歌。哎呀，優秀嘅啊！好啦，先彈佢唱歌嘅哈，等下好好嚟訪問佢。好，歡迎兩位。有間廣樂團。三魔法师，看到爱流梦子，一个年你一定是眼波内无缘都消失。那路天已经那次，你为做捍卫不爱死，穷跳高穷用枪爱来看用你全部都 say yes。阿婆爱上一海边。有留言好冇？
起物記太太細細嘅事。叫極身無法事，困到愛了莫知。一夜給面，你一聽是言無你不願都碎事。那一路天已記那字，你會做捍衛的愛是，春跳過洶湧，恰來那快用你全部都 say yes。阿婆心上送份愛嘅禮物 ，say yes。愛搞你共英文 ，say yes。從黑愛給天使，愛下口都會從有開始。阿婆愛上愛同意買快，去公園聊好夢 ，say yes。同下面一份自治，我愛買給太太細細嘅事。真的听得很有感觉啊！对啊，看到两位更有感觉。哎嘛哈，沐足送快了哈，眼睛舒服，让我们罗哥眼睛舒服就 OK。赏心悦目。我今天穿得很亮。对，也是特别穿这个喜酒装，对，就是喜酒吃喜酒专用，喜酒的时候穿这蛮适合，有点贵妇装的感觉，对，贵妇装。你们参与任何大大小小，贵妇脸啊！哦，谢谢，有吗？那专辑要卖好一点，对啊，卖很好啊，不是缺货，卖得很棒，对不对？对呀，卖到我们今天带不来，对，因为已经没有了。哦，那就继续加码，对不对？对，继续加码，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啊！哈，有感觉乐团，是，不是客家人，两位都不是吗？对啊，不是，你们不是客家人，为什么想要创作客家歌曲？对啊，好特别哦。其实这个故事呢，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讲说，哎，好像没有一个客家的女生团体哦。对，其实有啦，只是很少啦。对，客家女生团好像有童文成，童文成，童文成，对，她两个就姐妹，姐妹，两姐妹，然后现在年纪比较小，现在慢慢长大了，对，也很优秀，我们也可以装小啊，哦，对，我们靠他，我也可以装小啊，对啊，你们两个其实都年纪很轻啦，年纪很轻，对，靠他的那个脸撑场面这样子，但是你也是啊，哈，对，两个都很漂亮，两个都很漂亮，不要客气了，真的，所以因为这样的机缘，对，想说比较少两个女生重唱的客家歌，我想说做看，但是我们刚开始只是想要试试看而已 ，OK，我们就做了第一首歌《十万加尾马改》，然后做10万个为什么？10万个为什么？对，10万扎做马改，对，然后写那首歌写得非常辛苦，因为我们身边没有认识客家人会讲客语的，对。啊？那你怎么写出来的？那你怎么会？你用客语词典拼出来的吗？因为你是有客家的祖灵通语。对啊，客语的智慧是万炸周马该这样子。其实歌名也晒给你。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硬想到了一个客家人朋友，就是我以前有在教钢琴，他是我曾经的钢琴学生。OK，对，是苗栗的客家人，因为他都从苗栗来找我上课。哎呦，对，所以我印象很深。是因为老师太漂亮了，所以特别从肯定是吧？肯定是这个原因嘛，所以翁之意不在酒。然后你就跟他学客语了吗？我们就一起研究了一下歌词，对，然后研究了大概50%后，我就无意间发现我的姨丈是客家人，而且他客语非常好。对，我就姨丈出现了，打电话 call in， 就跟他想到你姨丈这样呀？
我不知道他是客家人，是我妈跟我说的。哦，全家还出动帮你想，周遭有谁是客家网路要连接？太难找了。哦，对，而且就算是客家人，可能也不会讲客家话。对，其实客家人其实很多，但会讲的不一定多。那我姨丈刚好是客语非常好的客家人，因为他海陆腔跟四线腔都会。对，所以我就请教他，然后才完成了我们第一首客语歌。然后后来走马街 V 马街，然后一多年前，3年前，对，然后这首歌我们又找了2个老师帮我们看过，然后我们想说，那我们丢丢看那个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对，结果居然入围了，然后就很开心。哎，我们成功了，我们真的可以做出客家歌哎！对，没什么人报名的，也是有可能啦，竞争很激烈，第一次就遇到黄宇涵哎，对啊，我知道那个开玩笑，哇，那就入围啊，对，我们就入围了，你比就6万 K 了呢，哎呦，对，所以我们才决定要把整张专辑做完，所以我们在2023年已经发了1张全创作的客语专辑了，然后今天是来宣传第2张的。也来听一种，对，听一种呀。对，第2种听一种就会示范在 V 马街还是金色圣诞树？对，金色圣诞树，那有英雄，对，嘿。哎呀，只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佩服啦，佩服啦，就是不简单，你只是想说哦，客家好像没有这种男女重唱的这种组合，对，他就想要来创造看看。但是我们印象中的客语歌是非常潮的。很好听，很像韩文歌。对，一开始我们对客语歌的印象就是《唐山过台湾》，那是小时候的印象。谁莫安讲？对。谁莫安讲？哇，今天听到本人唱，是不是就是那种 old school 的感觉？然后后来突然跳级了，跳到一个2023年的这个年代的客语歌。现在你看，像他们创作出来的客家歌，你看多潮啊，很潮，多潮！这几年，那时候就是打桌游的时候认识黄宇涵，然后就划他 IG， 哇，客语歌怎么那么好听，那么潮啊？对，他是客家 IU 啊，所以他创作出来很多。所以我们就也是客家千金，跟他学习，觉得要做很潮的客语歌，对，所以我们就因此就觉得，其实客语歌蛮可以。第1张做了，然后就第2张，今天是宣传俩，听一种转系，秋风送给对，要介绍一下这张专辑。那就是归于回潮的意思，就是逆游上的鱼，就像我们一样，就是脱离舒适圈，做一个非常困难，做一个没做过的事情。那个以前就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听到蒋公有没有？在河边看着鲑鱼逆流而逝，对，后来他就变蒋公了这样子。对，我的灵感是那个蒋公。对。哎，不过他们2位好像各自也是，就是本身他们都是 IG 在粉丝追逐的那个追踪数量就很多的。多少？还好，比较多啦。因为一开始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是脸书粉丝专页嘛，那现在是好像21万22，对，很多呢，很多啊，21万很多。那就欢迎加入客家圈，对不对？我们已经加入了，对啊，我加入了3年了。第2张专辑，第2张都发了，我都知道第1张是金色圣诞树了，超厉害的，算够用心了吧？对，很可惜第1张没有来宣传，我们要不要再来第2次？对啊，再来第2次宣传一下第1张也是可以，不忙的话，对啊，怕你们太忙。这个平台如果还在的话，都随时来欢迎，随时欢迎。所以这第2张秋风送给好，先来给修一下，先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好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其实就是在讲我们啦，我们就是那个逆游而上的鱼，其实真的是蛮逆的。说脱离舒适圈嘛，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第1次参加原创比赛的时候，一进去。主持人就是讲客语，然后呢，全部人访问，对，全部人的访问都是客语，然后一开始好像是全部听不懂，好像进入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全部听不懂。我还想说，哇，在访问的时候怎么办？没关系啊，连那个在颁奖的时候。念名字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不知道，全部都不知道讲什么。对，第1年的情况是这样，很没安全感。像那一些国际场合，还有翻译耳机有没有呢？对啊，没有原创音乐大奖没有，对，所以就真的是在一个完全就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的感觉，是，对，然后就是像鱼一样在游嘛，但是鱼没有看过天空，不知道天空是什么样子嘛，那就想说还是。得游一下嘛，搞不好很不错啊。所以我们就继续努力的做，第2张专辑就生出来了。对，而且我们很开心，我们做完第2张专辑，现在去参加
那个电台访问什么的，我们几乎都听得懂哦。哎呦，对，都堂的是的呀，全部全部讲，他都全部堂，全部讲，全部堂的是，还行还行，8、90%，牙口是全部讲堂，不要，我可以，非洲的，我会怕，非洲的利奇某判法，我会怕，哎，怕你们讲太难的。好了，那我觉得，哎，这来唱一首歌还不够啊，至少再唱一首歌嘛，好不好？没问题。沙罗打雷嘛，狗哎。对呀。用啥会变成用版型？用啥会变成用版型？哦，不一样。反正多些以后，没有关系。多些以后就变得像俺呢，露露。我刚才被说发型像慧乔，安静什么意思？哎，连乐团都安静，过分了吧？来，跟我来谈一下，来谈了哈。沿着
妹妹，哎呦，这个歌好听好听好听，对啊，哎，我刚刚在旁边呢，我看你们在这个弹奏乐器啊，我本来以为是这个放卡拉这样子，哎呦，那真弹的，真的有声音的，不是假的，真的有声音的，无限的，是真的，对。平常时应该有播样片，冲歌吧，咁有。什么冲狗？拍影片唱歌哦，拍影片唱歌哦。平常会这样子吗？拍影片唱歌，我们有一段时间蛮长的，后来就是体力不堪负荷，loading 太大，体力不堪负荷。没有，我们就专心做客语歌，那个写歌真的在跑通告，脑容量烧脑，脑容量不烧脑又烧肝。最近在写新歌，有没有那个脑容量？对，第3张专辑的歌要赶快写哦，因为标第3张专辑了，因为那个原创比赛开始报名，对啊，又要报名了。哦，演唱比赛都3月底，对，3月底都可以报名，对不对？所以你来得及吗？那你来得及？我怎样？我没有在报了。哦，你没在报了，我竞赛，冇啦，开玩笑啦。跳下演唱的2条歌诶，哎，真的。有，那个嘛。没有，我刚刚有这个，赶快去看了一下你的 FB 啊。那常常你们有一起到很多大场合去表演呢。对，其实有啦。我们最近有去那个桃园灯会。还有新竹的什么节？他改发对。哦，这个有这样一个表演。就因为去年那个我们有参加新竹的客家新曲奖，然后有得奖，对，有得奖，所以就被邀请到新竹演出，对，很开心。哎呦，是，新的嗓音，真的新的也不算新团体了，已经2、3年。对，我们是老团了。没有，真的老团在这。没。前辈，你们比童文成还新，童文成比较老，好像有，他们提早出道，他们大概有快10年了。哇，连不能都大同小异，还有来改名。他们国小就出道了吗？差不多国中吧。哇，那我很新哎。对啊，你们算新啊。对啊，所以大家比较喜欢他们，要叫他们前辈。大家比较喜欢新鲜的事物。咩嘿啊，有新的嗓音来称呼啊，对呀，他家有冇用的嗓音来，而且愿意为我们客家付出，那个真的那种精神，尤其又不是客家人，佩服，真的。对啊，没客家人，还有客家心。嘿。厉害啊！不是客家人，还有客家心。对啊，真的，这个要感谢你们了。这要佩服啊，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大家不知道客家歌其实很好听，本来就很好听。对，因为大部分人没有听过，大部分人不知道，但其实客家歌是很好听，很好听啊，是真的。因为很多客家歌手很厉害的，对，很厉害啊，非常，对，包含像吉娜就是啊。就是非常厉害。没有，这个懂。对，我是。刚刚那一首歌的创作灵感又是什么？刚刚那首抒情摇滚唱起来其实是有一点浓烈的感觉，也有点小生气的感觉，感觉有点像感情生变那种感觉，是这样子的情绪吗？就是觉得2个人的相处如果已经很勉强了，就不要耽误，不要待在原地。对，不管是朋友之间的关系，还是爱情的关系，各种关系变化，对，因为大家会不好意思啊，就明明就相处不来，然后还勉强待在一起，对，彼此都内耗。像我最近那个秉承啊，秉承他有写了一首歌，他也创作出一首歌，真的，他就很符合现在年轻人想要的，这种歌型歌路，对，而且他歌名叫做
做我特别的朋友。哦。发行了吗？应该我们这个录制播出时间应该就发行了。哦，真的哦。就是简称为。哦，特别的朋友。对，蛮特别的。想说是多特别，所以是一首比较 sexy 的歌吗？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故事写进去，他就是不是没有载人家回家，然后就失踪了，联络不上。我们的风格是很不一样。他们是清新线的，不要这样子，不要污染人家。对啊，没有，我帮他打歌一下。哦，先打歌。特别的朋友，做我特别的朋友，还不错的一首歌，就是彼此需要的那个 benefit friend， 对，福利朋友。那把主题拉回来，秋公送给你。不过做客家歌，秋公送给你哎，唔会讲客家话，语言黑只青台的问题，语言真的是很大的问题。这个困难度，他有讲过嘛？因为不会，所以就要找。你不要说他们啊，张奎是下客家歌的事情，我也很困难，我都是华语思维去写的，法语歌词先下出来，我都是华语歌词先写出来，再去修改，然后再去请客语老师翻译。因为你讲法，我是从小就会讲客语的，但是我们讲话跟写歌词是两回事，对，差很多。哦，还用天诗情。你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吗？我们是用查字典的方式，对，客语字典啊，对，我们就是一样，就是先写华语，然后就来开始翻字典了，翻一个一个字查，对，然后按就是发音这样，照着念。那刚开始的困难点就是我们要讲的那个话呢，不知道它的客语字是什么，所以搜寻就很困难了。搜寻就好困难啦，迄个人讲的太方言啊，如果你讲的是比较文的那种方式，有的话他疑似会查不出来，他没有办法逐字解。你们做那个做一件事情要花很多心思这个。所以我们第一首歌写了3个月。对，我跟你们说，要找客语指导，而且欣赏他讲。有，我们有找，对，两个老师，对，李佳老师跟邱新春老师。哦，李嘎，对，李嘎，就做第一首歌给好多客语老师听过，才敢报名那个比赛。李佳就是那个唱那个那是李艾琪，他改名很久了，大哥。开玩笑啦，知道了。你嘎嘎都赢过去的，你嘎。两位除了歌唱部分、音乐才华之外，还有什么？对啊，有好厉害特殊的技能。技能有没有？菲菲会种田，我以前是种田系的，真的。对，农业系。读书的时候。对，农科的。农科。然后我参加那个全国的金手奖技艺竞赛。然后我得第1名，哇，这是什么概念？要比那个开中根基，你知道田里面有台机器，然后咕，然后就一条溪，用手拿的，就是有一个机器很大的台，然后你就要这样子咚，然后就是2只手推，对，要比谁线直这样子吗？要比什么？对。真的啊，那个小时候比谁拉的线直，牛帮忙拉田，牛耕田，然后变成人耕这样。对，是人耕田，对。然后这个你得全国冠军，还有别的，还有那个拿锄头做一块豆腐，对，然后会出题目嘛，然后看是那个旱田吗，还是湿，就是看天气是湿的还是干的，然后看那个溪要做多高，然后还有那个病虫害啊，就要认那个杂草跟菜虫的名字。好特别哦！那什么草你都认得出来吗？对，我以前走在路上我都可以念一遍。真的假的？他真的蛮厉害的。有时候表演经过旁边有田地，我说这东西蛮酷哦，那个是葡萄。我说只是一个草这样，你知道那个是葡萄？对啊，哇，你连它的原生样子都知道。那有它的叶子啊。你到山上有没有一些比如中药草啊什么之类？中药我没有学。没有学。对。那你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对不对？还是只是叫出就底碟嘛，该没有考这个，有没有清理会啊？哇，厉害啊！这很厉害。你怎么没有朝这方面去这个钻研？因为我后来读屏科大，然后那个学校就是做酱油了吗？没有，我不是读食品科的。他那学校就是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所以我就一直在弹吉他跟打排球。对，然后弹运动就不小心弹到这里来了。就发挥你的更大的专长。好特别，好特别哦。对。那力气呢？学非所用了，对不对？也很难讲啊，说不定未来有用。我其实有种东西啦，我现在在种葡萄啦。对啊，只是种在那个盆栽里面。对，种进去。那我也有啊，我那天有，我有架。我那天我儿子去大湖采草莓的，也买了一盆草莓给我啊。小的吗？对啊，小的。那很难种哎。对啊，它现在开花了，开花以后要怎么办？开花要施肥了吧？春天。还是要修剪？
开花把花剪掉，是不是？我不是园艺系的。你有什么我有一个专长，我觉得蛮厉害的，就是心脏病。心脏病，对，我可以玩的那个心脏病，就表示你反应很快啊。其实我没有输过。真的假的？你有带牌来吗？扑克牌拿出来，来，牌啊！来，真的假的？没有这种夸下海口的人，我没有输过，真的哈，加1减1也没有输过，没玩过，没玩过是不是？没玩过加1减1。哎呦，那我们就玩加1减1。刚这么怕输。我那天去拍摄那个去人家蹭饭也是碰到一个大姐，好厉害哦！哇，她这个玩心脏病，因为当然我反应比较慢啦，我本来反应就比较慢。那下去。后来加1减1，他还是赢呢。然后我派公司的人下来，反应很快的，跟他玩还是输。真的哦，60几岁的大姐。你们刚才不是整个 team 反应都很慢吧？我们整个 team 只有我慢而已，其他都很快。其他都懂一下就抽了。对。OK。哇，那这个特殊技能可以干嘛？对啊，这个特殊技能就是拿来说嘴而已。上节目的时候讲的。对，你应该随时就要拿一副牌出来，不然我们现在玩。下次节目有比这个的时候，麻烦邀请立起来。对。心脏病是不是？ OK， 下次有机会，或是过年特别节目，可以，好不好？两个再来玩。英雄有告公，我们好像真的有玩过。对啊，对啊，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哈，你们就准备2首歌嘛。对。那下一次有机会再来，再把专辑里面的歌把它再呈现出来。秋风送给大家多多支持，有感共团，谢谢。新专辑。大家多多支持，也叫专辑给人买唔多了。系啊，迄 OFR 一定要预定。可以给他私讯一下哈，5张起跳，5张起跳。先去 YouTube 看我们的 MV， 对，没有新的点赞一下，是，多多支持，调给调各位嘛哈，OK， 谢谢2位今天的，谢谢，中国朋友加个的报名哈，加个打电话6966667人流量电台去打电话。好，今日非常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多谢，秋风送给你多多支持，是孟小江老师还有孟翠欣上安子生辛苦嘞，什么大家，什么安妮天送给工作人员辛苦嘞，安子生。好，下礼拜我唔记得一听到这支持歌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来，再见，拜拜，拜拜。最爱爱的爱你。